慈悲听当巴比上帝，阮感谢伫主日，我有这种福气会当来敬拜你。求主你显示阮有谦卑、敬虔、顺服的心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，开阮的心门，显示阮有属灵智慧，互阮会当明白。今仔日是阮的福音主日，阮毋望咱透过福音主日，对阮民间中间一寡因的疑问。伊的迷信会当对圣经的信仰，互因会更较明白。求主你的神充满伫阮的中间，互阮真正拢会当得到明白，会当成做阮的帮衬。愿咱的祈祷靠着所有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咱团队要就任，所以伊的舞会、属灵教会有大概有80几名，到伫咱中间大正式来安尼吼。看咱毋知有甲欺负无安尼吼，我会当甲你保证吼，袂，而且你看有真喜乐的即个笑容就知安尼吼。不管安怎，阮拄好今仔日也是阮的即个福音主日，阮伫即个双月份24、68呢时吼，有即个福音主日，就是针对咱的一寡民间的即个问题，会当提出来用信仰来看。今年阮讲到即个改命、改运、换命的即个主题，伫顶回阮讲起着算命的代志，今仔日要讲到即个风水的代志吼。毋望对即个也当帮衬。今仔日佫是阮已经瓦过即个88节吼，所以阮伫有几个主日的时，阮有无共款身份的人，因会做即种服侍，所以今仔日是即个青年的服侍主日，所以我毋是逐礼拜。即个台语拢读了安尼啦吼，是阮这青年的台语较无好势安尼吼，嘛是一种训练吼伫即个嘛有主日学即种即个服侍主日，嘛妇女的即个服侍主日吼，毋望因透过即个服侍参与伫敬拜中间，咱对敬拜就会当更较侪领受。今仔日所要讲的是有关风水的问题，伫咱华人来讲是风水是一个真大的即个问题伫咧。咱一向拢用即个相信即个风水，所以咱不管咱是要起厝也好，咱要伫迄个所在的整修咱的坟墓，还是咱厝里要即装潢要物件要踅伫倒位呢，咱拢爱看风水。甚至连庙，伊嘛都爱伫迄所在要开始送粮，要创啥时，还是即个新的神明要安放的时，伊嘛都爱看风水。这风水当然包括几啊项，咱会继续讲到，包括伊即个时间啥物拄啊好，即个方位啥物拄啊好，伊即个庙起伫即个所在前有水后有山无，等等遮拢是遮因爱思考即个问题伫咧。那参与即个风水比即个神明搁较大共款，搁较有即个关键伫咧。咁有影是安尼啊？还是讲咱对即方面无真了解来造成的？我伫即个网络来去看讲，即个风水到底伊的即个。对即个风水的了解是啥？原来有分做两大即个派系伫咧吼。头一个就是讲是即个形式的派吼，即华语是讲形式派，就是看即个地势啊。即个地势伊自然的地理的情形到底是如何？就判断讲你是凶的还是吉的哦？就打凶还是吉安尼吼？咱来记你讲，伫即个圆山饭店，其实足早以前就真侪人讲起的。因为伊为虾米起伫迄个所在，这饭店应该伫即个市内底愈近愈好。为虾米这走到迄个所在去？原来是风水师伫遐甲因解说讲，迄个圆山饭店后壁拄好一个山，即个山的山头拄好伫圆山饭店所在，迄是一个领头的位置。所以若占伫迄个所在时喏，是大吉大利安尼吼。遮尔好的所在，当然只有权势的人才会当提起吼，其他人无办法。但是呢，咱嘛看见讲，是毋是安尼祝福伫遐得到兴旺，咱毋知。但是迄就是咱的想法，看即个地形到底是如何。咱最近甚至咱足侪地拢会当牵连做伙。2个月前开始咧讲起迄个林某某即个代志的时阵，当着这代志开始人就去风水佫开始看见啊。为什么伫后壁伊的即个后院内底要挖一窟水伫咧？即个水的即个形佫毋是。佫是安尼去，所以若位徛伫遐看是，敢若拄我甲
物件拢送出去共款，伊毋要起凹入去才对。哇，足侪这博士部就出来开始咧讲遮，甚至点嘛，你做观光地区去的人嘛去看讲，即个你这就是地点无好啦，啥物安尼？开始有人照着即种自然的、即种地理的即个形式底下来判断，讲风水到底是如何？这是头一种的即种派系啊。第二个派系是讲用气，有啥物气、理气之类吼，就是用八卦，迄个方位底下来看安怎。你的阴阳平衡到底是五行的这个深刻是啥物？牧师无遐尼厉害啦，牧师是因为看网络才知影讲，原来是有这一直个安尼吼。我嘛无遐尼深的研究伫咧，知影讲因有真侪人有即种无共款的无共款的即个派系伫遐咧解说，但是后来才发现讲，其实这拢袂当脱离已经念做伙啊。所以你正来看风水的时，实你会去摕一个八卦去遐看，甚至佫会看即个地影到底头前即后壁啥物有山伫，头前啥物是水伫咧，后壁若山的时，你个财才袂流去，才会冻掉伫咧。有即个水伫的时，你会带来即个温，你水拢流位你遮来。我嘛会使算命的款安尼。其实就是因就是用即种安尼伫遐来解说，然后迄个八卦呢摕出来看看伊，即个方位到底是安怎？到底这是有这项代志啊无？有人讲是信则灵啦，吼，相信人就是安尼。其实伫灵界物件，咱无讲真清楚。无属伫即个公司的时咧做即个单年的阴暗字典时，我捌向阮的会友已经分享过，就是有一个人客来暗时真晚10点外才来，我还未离开，所以坐遐开讲。伊讲我会使甲恁的办公室看卖啊无？我讲你看卖，伊就八卦摕出来，就开始安尼行看看，看了就甲伊讲，我在坐伫即位的人捌发生啥物代志，坐伫即位人发生啥物代志，伫即位人发生代志，伊讲完全正确。我讲你哪会知影？伊讲吼，这你毋知，因为这是灵界的代志啦。伊讲拄啊好，即个所在吼，即个灵界即个军队吼，就是为即条路行去。你这倒啊甲挡伊伫中吼，伊当然甲你处罚啦。互你伫遐，甲你互你真无顺，你就可能你就倒啊刷走，伊就一通顺伫咧。伊讲啊，那真诶啦吼。我问伊讲，到底你哪会知影即代志？因为我后壁有一个小鬼伫咧，有一个较细即个鬼伫咧。我讲你的管到倒？伊讲我的管到倒一个地区尔啦。我超过要安怎？超过因顶头会去互通了以后，伊就佫知影安尼。讲那真诶伫咧吼，不过我相信伫灵界内底有即种的哟。因为咱看圣经中间嘛，真侪甲因讲到有即邪神，耶稣嘛爱去赶鬼去，人会受到即物件的即种限制的。所以这阮牧师就捌听到即种讲法非常的即种。我非常亲身体会的这项代志。较咱嘛会去讲着，上帝创造人以后，伊就互即个人甲分即个活气伫咱的鼻孔。圣经讲，咱着诚说有活气，有气的即个有灵的活人。这灵是啥？到约翰福音第4章里的40个甲咱讲上帝是上帝是灵，你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他。上帝是神，你用神甲诚实来敬拜伊。迄个诚实的意思就是讲，你要用真的我啦，用真的我去甲敬拜，用神去敬拜你。上帝既然是灵的神，伊有身躯无？当然是无身躯，毋才会当无所不在，无所不在伫咧啊。那安尼是无身躯的物件，会当管有物质的即种世界啊无？理论上应该是袂使得着。所以有这个亲身的体会，咱刚才看就是圣经在头拄所读的，上帝创造宇宙了以后，就将这个管理世界交互人。但是咱看见，因为这个世界中间为什么有黑暗的势力伫咧？原来就是这个人，伊愿意将伊的灵交互这个黑暗的势力，伊邀请这个偶像来掌管着伊的性命，所以。这个黑暗势力利用着伊的灵已经受占据以后，伊的身躯所行出来、所想出来呀，就是符合伫这个灵甲伊教导的。这结连起来就是黑暗势力的结连起来。但是当咱若是信主的人，咱愿意成立耶稣做咱的救主的时，咱就将咱的灵、将咱的性命交代伫主，邀请伊做咱的主人的时，咱嘛是透过上帝心意，透过咱伫这个咱的所生活的所在，就显明出来。这人就愈来愈侪，上帝就显明伫这个所在。
原来就是这种情形伫咧，所以能够这情形有这种情形伫咧，只不过这个是讲是袂当赢过咱创造宇宙的这个大自在伫。所以咱虽然对灵界无了解，但是咱知有灵这个物件，咱免惊讲这灵是啥，因为咱会当找到迄个上大的这会注定的心，咱就一切拢唔惊伫咧。不管这个风水是安怎讲的时阵，不管是透过对种伊，我相信伊嘛有历史的根据，伊嘛有这统计数字伫迄个所在，互因会当伫迄个所安尼来讲。所以咱来看这个时，不管用形式派还是这个理气派，其实用四项物件来决定。头一个就是用时间，第二用这个方位，第三是用山啊，这个是水，用这种来看因的这种这个来决定讲伊的物件要安怎来下，还是伊的方位，还是伊的这个形态要如何？目的拢是要得到平安，甲这个福气去。所以咱看见有人开始啊看日、看时，咱要搬厝也好，要埋葬也好，要做啥物代志，拢都爱凭迄个黄历起来看这个时。但是咱基督徒从来毋捌相信这个，咱感觉人会当出席的人上侪是，迄就是好日子。等到若当着要去葬式的时阵，若无人含咱抢的时上介好，啊若无抢啊，足侪人啊拢大好日的时，都足侪人伫咧安尼。因为是时间的限制，但是咱挖过上帝以后，咱无这时间的限制。所以风水的时间是一个真重要。因伫遐咧看时，因感觉这个时才是好。然后佮看到方位，佮看到你的地势内底有山有水啊，伫头前还是伫后壁安尼无，来决定讲因到底物件爱安怎来即个摆设伫咧。但是咱看起有真侪以前是感觉是上介好的所在，但是经过时代变迁以后，伊颠倒伫遐变做上介歹的所在，变做大凶恶煞的所在。所以咱也用一句话讲啊啦：风水轮流转，风水轮流转。啊，倒变啊啦！以前你好，即嘛无一定好啊。风水既然若是安尼好，为什么会变来变去？真显然，即个毋是，即个风水毋是遐尼会当挖过的。所以，佫有一句话，佫有一句话就伫遐讲，真正即个好的物件是天咧赐福，你才会当得到平安。原来所谓主管是掌管的真正的神所在，即个天到底是倒一个天？是你无明白，敢若知影讲。普普知影有一个神安尼那样，还是你真正会当去知影是倒一个神伫咧？这就是咱要来探讨的。风水师用时间、用方位、用山还是水的这种来定义这个风水伫咧。但是什么人来定时间？什么人来定方位？什么人来定水山？这到底安怎形成？咱颠倒爱来找这个创造者的迄个源头才对。当你若咱找到这个源头的时，你可以建立一个真美好关系的时。你当然有这个平安福气，甲你送个做伙，毋是靠着迄个风水师伫遐甲你讲的，因为你倒转到伫迄个源头来去。所以重点是，咱会当去找到迄个真正的、迄个上界大的迄个上帝的文。咱看伊圣经甲咱讲，创世纪第1章的第1节，伫遐讲：原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，所有这民族，不管伫足龙我也好，足进步也好，因拢有一个宗教信仰伫咧，为什么？因为伊知影讲人是两正的，绝对有一个比人更较大、更较有权柄的即个伫咧，咱就甲统称叫做是一个神。所有这个宗教中，咱就是咧找迄个神，到底倒一个神才是伊会当成做伊的帮助者。所以你伫非常痛苦的时阵，你伫不如意的时阵，你遇到什么危险时，你就去求你的即个信仰。问题是，所有的信仰，世界上所有的信仰，是无一个信仰，伊会当将这个宇宙安怎来开始创造的，然后伊的过程是如何，人活的目的是什么，然后到未来的时阵，你会当知影讲未来是安怎。无一个宗教讲会出来，敢若除了基督教的圣经写了白纸写黑字，写得遮尔清楚的。圣经有人讲啊，你讲的拢圣经，我都无相信圣经。你无相信，无代表伊毋是事实啊。因为这本圣经已经存在几啊千年，偌侪人伫遐要甲反驳了，要甲伊讲这是假啊，拢无办法。认真研究的人，拢尾啊拢变基督徒伫咧。所以当显明讲圣经是一个真正的，咱会当相信的。所以伊顶头所写的，咱虽然无经历过，但是咱应该爱来相信。伊甲咱讲了非常清楚，世界是安怎创造，是上帝所创造。咱
华人还是讲即卖人大部分拢受着一种误解，就是讲咱的到底世界是安怎形成的？大概有两个即个主流派咧讲，一个就是创造论，一个是进化论。好中间拢人教讲，啊，世界咱拢会是即个进化论来的。进化论安怎来？啊，这世界就经过几啊亿年的时，突然就一个大爆炸，啊，就开始即个形成出来。啊，为无机，啊，就经过几啊亿年以后，佫开始有机物个产生。啊，有机物是一类，啊，佫经过几啊亿年了以后，佫产生多类出来。你敢会当相信啊？其实这个是进化论上解困难，袂当解释。为什么会当为无变做有？第一，第二，为什么无性命会当变做有性命？第二。第三是啥物？为什么一类会当变万类？大家 DNA 拢无共款啊！你要安怎会当变？你变袂出来啊！咱中间敢有人相信讲，你的祖先就是狗，因为咱的 DNA 无共款啊。所以进化论内底原来的即个理论内底是讲到足侪假定，假使那是安怎？啊，那是假定是安怎？啊，那是安怎？这若凊彩一项推翻的时，后壁拢总推翻掉。其实早就已经推翻掉啊！人是因为骄傲，无愿意恢复到伫迄个创造论里。咱一定要承认有一个上帝会来创造，就参照这创世纪第1章第1节就甲咱讲：原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。上帝创造天甲地以后，伫拄仔风水咧讲这4项物件，咱来看上帝有创造啊无？上帝伊嘛创造这时间甲这个方位伫咧，伫创世纪第1章14节到15节，所以也讲上帝讲，天的强抢就有发光的体来分别日暝，也通做兆头、四季、日年，也互因做光体伫天的强抢，照光伫地呢，就有安尼。光日是暗时是上帝时间，是上帝所创造的啊。伊来规定到底安怎，年日是安怎，四季是安怎，咱尾仔才终于发现讲啊，原来是这样的奥妙的。原来咱这个整个行星内底是系统内底是因为太阳做主，然后地球家己咧自转，以后就是怎样一天24小时就是安尼来的，所以有早起有暗时有点。然后咱佫设着咱这个地球对着这个咧行行着设一年就是一年。所以就开始就发现讲，啊有春夏秋冬安尼发生啊。你人是伫迄个所在，才渐渐去学习着上帝即个奥妙的一项，毋是人创造出来，也毋是啥物人啊，是上帝伫迄个所在掌管的。时间是伊创造，伊嘛伫迄个所在创造即个方位。讲光爱下伫倒位，倒位爱写啥是，拢总是上帝伫遐来讲的。伫创世纪第1章的第17节，上帝伊嘛创造山甲即个水滴的。伫创世纪第1章的第90到第10节，底下说，上帝讲，这天的这水都要组织伫一个所在，大地就出现，然后就安尼，上帝就叫迄个大地做地，然后组织的所在叫做海。上帝看伊是好，所以有山有水，嘛是上帝所创造。伫倒位行做啥物款，拢总是上帝伫迄个所在来创造的。咱先看起讲，原来这世界真正是一个神，就是上帝伫遐所创造的。上帝创造这了后的时阵，做啥物代志？伊最后一样就是创造人，创造人，然后伊毋望这个人一旦甲有交通，这以前所创造，不管山也好、水也好、树啊啥拢好，动物内底是拢是无灵，所以袂当甲上帝伫迄所在交通。上帝真意爱。会当创造一个甲伊会当交通的，会当甲伊三观来享受伊所创造的即个杰作。我相信这咱会当理解。咱中间若有啥物产品出，有啥物产品出来，有啥物杰作出来时，咱足意爱甲人来分享的。啊是迄个孙伯伯甲咱讲啊啦，好东西就要与好朋友分享。哇！你上帝创造遮尔好的物件，无人甲伊分享，伊真爱有人甲伊分享，所以创造人。有分一个气互伊，伊就会当伫迄所在，甲人三角伫迄所在来分享。毋然呢，伊去放一个非常大的权互人，你来管理全队。咱敢若安尼看起来，敢若无啥物，其实是非常重要。上帝，咱讲伊是灵，啊，伊即摆创造这物件是有物主伫咧，是看会着、摸会着的物件。
灵要安怎来管一个？无办法管啊！所以创造就有身躯的人来管一个。咱若是咧管理这个全地时，为什么咱都要有这个全地的管呢？所以咱看起的时阵，咱开始感觉讲，咱的风水安怎？你若叫风水伫遐压制伫咧，管辖伫咧时，你的形势拢都要看讲，我倒啊，都安怎摆，我都要看什么日，我才会当处罚，我才会当创啥，这拢总爱照着这你看去，你已经失去管理全地的这种权伫咧。你颠倒受到这个土地，就这个全地来甲你控制伫咧。这是一个真安尼，互人感觉真失望，啊，甲真感觉真奇怪这种情形。人已经将这个权互你啊，你竟然无办法伫迄所在来实现，颠倒倒兵。人叫你去带兵，去管这个兵，结果是兵来咧管你，你袂感觉足奇怪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家己放弃，你家己放弃这个权伫咧，你袂当明白上帝互你的这个权偌尔宝贝伫咧，这是偌尔大这个权柄伫咧。但是咱失去这部分，为什么？因为咱已经咱背个即个上帝伫咧，上帝所创造咱的件是上介好的物件。咱看见上帝，伊就将即个甲人下伫即个爱电路园内底时，即四样物件：时间、方位，甲即个水，以及即个山是，他拄啊读的这圣经在底下甲咱讲起。上帝创造宇宙好的时阵，第最后一个就是创造人。当你的结造最好的时阵。无等伊已经伤久去啊，暗时讲还袂最好，拄啊最好的是我上界喜乐、上界要甲人分享的是创造人出来，时间是上界好。甲他拄啊所讲的，要安怎即个宇宙要安怎运作，就是上界，拢是上帝伫迄个所在来创造。伊互人的是上界好的时间的时阵，方位上界好是一个亚洲甲即个欧洲中间的叙利亚迄个所在，中东的所在，就是即摆咱所知影爱电乐园的所在，是上界好、上界重要一个所在。咱看起历史个人甲咱讲，人类要活伫世间的时，拢是徛伫即个河边所在，开始伫个所在生活，因为无水袂使。人会使禁食40天，但是袂使无水7天都袂使啊，甚至搁较短都袂使。水是遮尔重要，所以人类的这个发电史拢是为河边开始，伫个所在开始发展起来。咱即摆科技较进步，当然你免去徛伫河边，你会使用你的技术，用这个科技会当做水坝啦，会当用什么引流啦，甲这个水咱拢会当产生有水通啉下，所以你无一定要徛伫这水边。但是爱电乐园有4条大河伫迄个所在，迄是一个文化上个发明，因为人拢真侪伫迄个所在。所以嘛是上，这水阁带来一寡好的这种矿质伫咧。只要讲到合金，后这珍珠，后这个红的这个玛瑙伫咧。那呢，咱看起这个山嘛是共款，这山势无一定是山，地势这大堆的所在，上帝伫迄个所在，或者你免种植就开始有这树啊开始大长起来，有花好看，后这果子通伫遐来食。上帝创造人，要三界来分享，伊将爱电乐园内底显明上界好的这个部分的人。咱所咧关心的风水内底时间，咱的方位，咱有山有水这等等，上帝拢将这个上好的伫遐来赏赐互咱。上帝佫真毋茫，伊的实际性是真正，将这个全地互你来管，要安怎会当看出来伊真正将这个权放互咱？因为伊将这个万米带到伫咱啦。带到伫即个亚当的面前，叫伊讲：你要来号这个人的名。咱知影啦，号名的人就是一个有官兵，一个官兵的人再去号这个名，就是代表伊有即个官兵。所有的动物拢根据亚当伫迄个时代个号名，所以表明上帝是真正将即个全地的管理权来交代伫人的身上。所以上帝所互咱准备办的所在是风水上介好的。咱其实咱若是甲上帝是真好的关系时，咱就活伫即伊所享受遮尔好的即所在，来享受伊所享受的平安甲即福气的。但是真可惜，咱人开始背逆即个上帝。
按照背约，上帝因为伊要互咱真有即个真亲密的关系，伊就定一寡规定。即个规定咱拄则嘛已经看，咱嘛拢真熟悉，爱知影到底是啥物规定，就是上帝伫因为创世纪第2章16、19、17节所讲，这你拢会使享受，但是独干那即个分别好歹的树，你毋通食，食的你一的确会死。人讲啊无死啊，其实即个死就是安那，你已经灵已经无甲上帝连做伙啊。你若无灵，你代表是啥物？代表你是动物啦，因为你敢若身心尔啊，你无灵去啊。即个灵毋是无去，是断去啊。甲源头已经接袂做伙啊。所以人讲行尸走肉就是安尼。你毋知影你活的意义是啥？你毋知影你活的伫地面上，你会当管理即个全地。你毋知影你活的时，就是你的身躯要应跟上帝。你拢毋知影这，因为你的灵已经断去啊。人就是陷落伫即种的情形伫咧，陷落伫即种的情形的时阵。就是已经即个失落的即个落远的即种悲剧已经开始啊！咱看见人开始背逆啊，上帝就互咱的处罚伫即个所在。约翰创世记第3章17节到18节遐讲，对要受着咒诅，人嘛就爱一生就伫遐劳苦，才会当得到劳苦所得到的来食。咱看，因为这个悲剧所发生的时。咱本来上帝所享受的风水是上介好的，时间丰富，有山有水，遮上介好，所有的山面拢有伫咧。但是人开始失落远去啊！你无办法搁伫迄个所在享受上帝所享受的即个风水伫咧。当人亚当伊安尼犯罪的时阵，上帝当然是知。但是上帝无马上伫遐责备，上帝互伊有一个机会，伊伫遐问讲：你伫叨落？你伫叨落？上帝常常嘛要问咱：你伫叨落？当咱失袂去的时阵，上帝毋是马上甲咱责备，伊问讲：你伫叨落？亚当咱看落去的即种回答，现在就知影伊毋是真正把握即个机会。伊伫遐讲：我就因为我。吞捌摕啊！虽然上帝安尼，你食这个物件，无啦，迄就是你所享受啊，迄个查某人，迄个查某人啊，就是你所创造迄只蛇，责任拢推去别人去。上帝常常互咱有一个机会，你伫叨落？要有你有一个机会，会当到伫上帝面前来认罪时，咱拢常常伫迄个所在来失落去。上帝终于知影咱的软件，伊享受咱遐尼好自由意志咧，咱无办法，咱伤软件去。所以只有着派耶稣靠伫咱地面上，为着咱定时的价来担当咱的罪，毋那安尼，佮带来毋望互咱，讲要互咱佮倒转到伫新天新地的所在。伫迄个所在的时阵，咱若过即个约翰福音14章第20到第30节的时阵，伫遐所在就是上耶稣做出来的即个应允的，讲。我爸遐加做厝地伫咧啊！我去就是甲恁备班啊，有备班倒腾，我就是要带恁到伫迄个所在。所以，咱若是像主耶稣，互咱有这种新天新地的这种愿望，就是互咱倒腾到迄个真正水的即个风水的所在，到底是倒位？咱若无到伫新天新地时，咱伫地面上会当袂？嘛是会当啊！因为新天新地所在代表是啥？上帝掌管的所在。咱若伫地面上，若永远会当有上帝掌管的时，嘛是共款啊。咱就看见就是讲，所以咱会当不再搁伫遐来找讲，爱搁去看我的风水到底是安怎，啊免搁去伫遐来测即个方位到底是啥，因为咱会当接受主耶稣，伊就将即个福气享受互咱。咱若有主同在的时阵，徛伫咱的厝地时，咱所在徛的拢是一个风水真好的所在。上帝也甲咱做伙，毋通袂记咧讲，上帝将迄个权柄互咱，你会当管理全队。所以你毋知影，我上帝甲你做伙，你祈祷啊！你这个开始要看你的家具要安怎摆，你要敬什么神，你若看这好就是好啊。然后献上感谢，恳求上帝同在伫咱的中间，伊就祝福你，因为上帝将这个权交互你啊，你会使管理这个全队啊。为什么你搁去问别人风水是如何？上帝将这个权已经交代伫你啊！伫迄个所在，
那照启示录21章第1节到第4节底下所讲的，上帝所咱备办的这新天新地所在，底下遐无好物件，拢总无只有这永远的这种毋望伫迄所在。你要伫的就是永远的这种风水伫咧。永远风水是啥？上帝同在的所在。不管你伫倒一个所在，上帝若甲你同在，迄个所在就是上界好的风水伫咧。你会当做决定，倒位是上界好的风水，然后奉献落伫上帝面前。上帝掌管伫迄个所在时，迄个所在就变做上帝上界好的风水来祝福伫你的心情。透过什么？透过主耶稣。你只有接受主耶稣做你救主的时，你才有这个关闭佮倒转到伫你的面前，因为你才是上帝这个囝儿子。主耶稣讲：“我就是路，我就是路，是真理，是活命。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你若无照着我，你就袂当到白迄个所在。这三字其实是足简单：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有人嘛无一定背起来，处事会倒变去。我讲袂使倒变去啦。”因为你找着主耶稣才是迄条道路，这条道路要去倒，要去知影真理啊！这真理要从哪？要互你知影永生是永远的活命是甚物啊？你若倒变的时，你要安怎行？你要先捌主耶稣，伊是一个道路。透过伊，你才能知影真理是啥物。然后这个真理要甲你讲啥？要互你知影这生命活命是啥物。主所想随这真正活命到底是啥？所以，咱来当挖靠伫主的时阵，拍开咱的心门，咱接受主耶稣做咱的救主的时，咱就会当到伫新天新地，这应允就到伫咱中间。你可能会讲，啊，咱都拢基督徒啊，这我拢嘛拢知影，但是有影真正安尼无？伫你的生命中间，有迄个善恶果，有即个生命果伫你的面前，要来有害你啊无？你要安怎来做即个决定的？为什么一个生命果？这个是善恶果，这两个阿东哪会去选这个善恶果？哪会无去选这个生命果？咱毋是阿东，咱毋知影。但是真显然，这个善恶果在底是更较引诱人的。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伫你的生活中间，敢无足种物件？你明明知伊是无好的物件。上帝所想是遮尔济，拢总会使食，敢若独独这项毋通。咱人就是遮奇怪，咱就注目看伫迄个独独毋通的，这规项咱拢无看。上帝所想属于这规矩，大项物件拢足好的，独独这个毒无好，哇，独独啊，这个上界好啊，咱就去食毒啊，袂去食其他啊。这咱来怪这个阿东啦吼，不过嘛袂使甲这个责任怪互别人啊。上帝意的就是讲，你有真正迄个明白，因为上帝想使咱唯一咱伊。我知影的，即我理解上帝唯一无办法改变的是甚物？就是人的自由意志。你要做什么决定，上帝拢 OK。其他物件，伊拢总会甲你改变，因为伊会当有这个主权。但是伊无爱咱人讲做机器人，所以伊互你自由意，你家己来决定。龙子回头，这个放荡子，因老爸敢毋知影伊伫外口的时阵，遐物落魄啊。伊唯会当做是徛伫门口等，毋望伊会让伊的第二后生会当早早倒转。迄是人爱做部分，你的自由意志爱做决定的部分。我靠主耶稣，你就有永生，因为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活命。你袂晓袂？这个决定是在伫你，毋是在伫主要甲你做这个决定。咱中间有基督徒。嘛，可能有是毋是基督徒？若毋是基督徒，邀请你早一日，你就有这个福气，会当来有这个活命的这种确信伫咧。那是基督徒，咱个善事，真正主耶稣是我生命的主人。我做代志有常常祈祷问主，到底我安怎做无？还是我已经决定了，再求主你甲我看应，一定要保证要成功。到底是安怎？主人的意思是甚物？伊掌管你的生命伫咧，你是毋是风水已经家己决定好啊？然后说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我住到伫即个所在时，求主你祝福伫我即个所在。但是前个时，请风水师伫遐甲咱布置所有的，是安尼啊？毋是？咱真正的基督徒，咱的表现到底是如何？
伫即礼拜，咱有即个小组中间有几个即3个问题，望咱会当来讨论。讲咱是毋是捌，还是游玩，即马搁咧相信即个风水，现在到底如何？你会当分享你的经验。第二个问题是问讲，阿东为什么去食即个仙桃果，无食即个性命果？当然咱毋知，但是若是你的时阵，你会安怎？第三个问题，进入搁较深一步，伫你的性命中间，游玩有即个性命果，甲即个仙桃果，会等你伫遐来决定，你安怎来决定？你的根据是啥物？你会将上帝话语来做你的帮衬，做你的金，做你的根据啊无？望咱伫当开始会当了解风水的问题，倒转到伫主的面前。主会将这个上界好的想述互咱，不管伊是风水是真的是假，你挖过出你就这问题拢无，因为所有的掌管是掌管伫主的身上。愿今仔日会当诚侪咱的帮助，同心来祈祷。主意听当巴别上帝，阮感谢你创造宇宙了后，你去创造阮人类，分一个活气互阮，互阮会当甲主三角来沟通，因为阮的性情三角来活，因为主你爱阮来。共款来分享，享受着主你所创造这个宇宙，你也将这个上界好互阮，但是阮竟然佮将这个管理权来交代伫阮，但是阮放弃了阮这个权柄，阮颠倒开始咧找一寡这假神，阮甚至伫遐来相信这阮所感觉是着风水，要诚做阮的帮助。其实阮应该倒转到伫主你的面前，主你才是掌管迄个宇宙万物的主人。阮毋望阮拢有存着谦卑的心，认罪倒转到伫主你的面前，主你的祝福就到伫阮的中间。阮着今日领受献上阮满心的感谢甲恳求，这时阮要同心用主所教上主导文来祈祷讲：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误。亲像阮了赦免过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去去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。